先熄火一下，先熄火一下啊！熄火啦！熄火啦！喝酒，睡懵了。在这边不代表我犯法吧？红线的。我们老家是不是？那已经很久我改了，我不知道他们他那个地址几号？肚子那里有，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啊？兄弟姐妹？华山街。和我爸兄弟妹。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啦？哥哥姐姐要，然后打电话律师。好，你打电话律师哦。高雄哪里人？啊，高雄哪里人？高雄出生地，那我现在你们台北人，台南人。我说你驾照在哪边考的啦？那打地址全部报给你啊！对啊，你知道打电话一声。确定好打啊！你们知道确定好打律师是不是？对啊，快点了。你要找律师一直在那边看相簿啊！不要紧什么都，我要想名字哦。你连你律师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查证身份是我们行使公权力哦。如果你再不配合，我们会行使强制力哈。啊，强制力，强制力上面是谁的？那他怎么容忍啊？哦，我录影，一动放一动，我就录。我知道。要不要听我们讲话？啊，这位客官，请问一下，卡中心不要走。现在群聚哈。现在紧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人围过来我这边。民警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停车道影响用路人安全所以实行盘查，该驾驶拒绝出示证件并自报假身份，遭民警识破，所以依警察职权行使法将其带反所查证，发现其因案遭通缉，立即逮捕，缔结归案。